係男嘅係個男朋友係清水，係食緊嘢，係清水健。你話你男朋友清水健啊？個個都係清水健嘅嘢，同埋東尼食得多，食啲嘢男神咯。唔係啊，我本來唔知係清水健，但我一睇佢肌肉咧就冇幾個好似佢咁大。咪認嗰啲頭髮嘅咩？我認肌肉㗎，我你肌咁肌大隻我都講一見到個男㗎啦，之後作死啊！男優嘅。冇用，6點鐘已經10號啦，我哋打下一場去。係 PK。點解冇咁蠢？唉，算啦，冇。跟住玩嘢嘅。有冇機會玩到？應該冇。玩到。應該冇咗50米。真係冇咗。因為上個嘢打埋。果然我係快手，快車手。咁樣都冇人信我。又係呢個人。而家都唔識 AK 啦。哦。係啫嘛。哦，唔着咯。8秒進攻。順勢這個爛死雞，冰鮮雞，順勢這個冰鮮雞。8秒進攻。真係唔識籃球規矩，唔可以做到分啦，真係好攰啊！踎下咁樣都唔算踎，咁樣係咩？進深層，所有嘢都要加個深字，深喉啦，深吞啦，水泡啦，深井啦，濕身。粗口，有咩唔知啊？唔係啊，開波我知佢做咩，又係嘢其他人就開。佢嘅袋好有，我有 Monster Hunter 風格，打錯。8秒進攻。
自己弄㗎，我想食。各位主持本節時間剩餘5分鐘。快啲俾你啦！如果唔係就揾白友就要八友手勢真係好。白友。不過入啊！唔入。咩啊？我哋守喺度。有幾粗得幾粗。佢係唔夠腰力嘅，好明顯呢個男人嘅腰力係唔夠。Kyrie Irving 你講經咧？講真，如果真係嗌唔到稱佢，算啦，左右都得嗌，第二。3號足球手，3號一球入。只有頭，只有頭。呢個係已經唔會太長，幾個位呢個角高手啊！箍住。黃色天包門。6秒進攻。呢場嘅教練唔犀利。本節時間剩餘2分鐘。係數下剩翻低嘅。6秒進攻。本節時間剩餘1分鐘。8秒進攻。
本節時間上完16秒。